擁有20幾年社區服務經驗，從不缺席，全心全意為社區、為市民拼搏實幹、做實事的候選人。今天我們一起來了解，為什麼大家會選擇支持李青霞。民建聯係喺全港嚟講咧，我哋係最大嘅政團，我哋成立咗33年啦。咁我哋一直咧都係深耕社區，走喺服務市民嘅前線。我哋民建聯嘅辦事處咧係覆蓋全港九新界近200個辦事處。服務咧係全覆蓋嘅。李青霞咧服務咗地區22年噶咯，係冇離開過社區嘅。俾佢進入立法會，可以讓到基層嘅聲音帶到立法會，建造一個更加美好嘅港島東。12月7號，你哋話可以選舉，你手中嘅每一票都非常重要。請各位鄉親、各位朋友都出來投票，特別是東區嘅福建鄉親，咱都要出來支持青霞。青霞是咱福建接晒嘅查某仔。拼搏實幹，熟悉咱的區情，了解咱的鄉親，是咱大家可以信任的候選人。距離立法會選舉不足2週時間，12月7日齊投票。